来继续来看台湾的交通环境，在国际上受到关切。除了过去，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捌报道，讲台湾是行人地狱之外，即卖德国的媒体嘛做新闻的专题，讲台湾的行人路权、高龄驾驶、汽机车正路等等，拢要有真济改善的空间。报道阁来指出，讲台湾2022年交通的事故超过3000人死亡。这个数字比911恐怖攻击死亡的人数要较侪。上班时间，台北桥机车最长的画面差不多逐天有。你看咱台湾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，2022年有将近2000名骑乌托邦的人死亡，行人有将近400个人。虽然2024年两个统计数字拢有小可降低，依然引起德国媒体关心。德国媒体以台湾行人甲驾驶致命交通状况作为新闻标题，依照统计2022年全台湾的交通事故有375000多件，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。德国媒体直接讲死亡人数比美国911恐怖攻击丧生的总人数更较侪。你搁看2024年，虽然行人死亡人数降到靠不3000，也过总件数甲受伤人数依然有增加。行人的部分是占整体是大约在1成到2成之间，确实在过去这几年的努力之下，行人这个部分是有在下降，但是其他部分的变化就相对比较少一点。台湾想要摆脱行人地狱的歹名声，最近几年来有修改部分的法规，因为德国媒体有观察，台湾跨度超过12公尺的道路，差不多一半无画人行道，也是干那用青色油漆画出区域，驾驶人又搁无交通规则的意识，这拢是主要原因。德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2023年差不多是2700多人。比方说它的道路层级、天候状况、地形，还有包含它两侧的一些开发行为、人类的聚居状况等等的，再来决定说要对现地投放怎么样的道路设计。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人口将近69万人，交通安全变成模范的指标。一直到2025年7月为止，连续12个月无人死于交通事故。重点之是因的罚金真悬，阻止这个乱象。台湾要安怎避免交通意外发生，持续考验到中央甲地方的政府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